我住手！住手！守护的是自己的丈夫、羊群和妻儿。义渠的兄弟们，这里就是你们10几年前和秦军一起攻占下来的咸阳城，也是你们日日夜夜守卫的宣誓殿。这是你们自己的山河，自己的家园。是什么让你们大开杀戒、兵戎相见？放下手里的武器吧。白起啊，你原来不过就是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狼孩，如今你也能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了。黑九，你老娘的病好些了吗？我记得他上次重病，还是宫里给他派去的御医。长吉，你娶的可是秦人的姑娘。我记得前不久他刚为你生下一对双胞胎的儿子。陆喜，你前几日不是还让我到城里给你托人提亲吗？吴三，收复东湖的时候，你曾与我秦军的副将一起结拜为兄弟，那些出生入死的话都是一句空话吗？白杨将军，上次伐齐攻打临淄的时候，你身负了重伤，是秦军的将士把你从刀林剑雨中抢了出来，还了你性命，还用你胡答？你还记得咸阳城中的干娘吗？她常常为你缝补浆洗衣裳，
酿酒炖肉吃，那可是秦人呐！我杀了你们！都捡起来！捡起来！捡起来！白起，你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。大王，放手吧，眼下放手还来得及。秦人和义渠人没有半点的仇恨，仇不仇恨先放一边儿。你不是秦国的常胜将军吗？还没与我交过手的，来吧！大王与白起有恩，白起不能与大王交手。动手！动手啊！大王，放手吧。给我闪开！闪开！你们都给我闪开！义渠君见了太后，还不跪拜？本王跪天，跪地，不跪女人。你举兵谋反，大逆不道，赶紧投降，束手就擒。本王只知如何死，不知如何降。芈月说过要取我性命，来拿吧！大胆狂徒！
叶清君，柴丽，你这匹野马，你为什么要应酬？为什么不肯退让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巨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来拿你的性命？